3啊！好開波，開啲。呢班中學生嚟啊！中學生啊，中學生。哦。哎呀！藍色8啊，犯規。藍色3，犯規。喂9號2分。呢場係有決賽啊！呢場國恩健。9號3分炒，要公板要2，冇事。23犯規，灰色23。換人入灰色。炒啊！2號罰球炒1。2號罰球入啊，0-5啊，都要偷嘅喎。要啊，爭咁遠。8秒夢中。4號犯規。藍色天包3次。3號偷波啦！哎呀，8號2分炒啊！藍色6號入8號出。哇！屈啊！哎呀！4號2分炒，4號公板，4號2分入，0-7啊！3號 steal。偷，幾多？4號。
藍色天否門。後時。藍色天否門。你出邊個中機員慢過我嘅？咩啊？你出邊個中機員慢過我嘅？點解嘅？我有偷得唔夠咯，就係話。我啊，好，藍色2、3、6、9啊！整多個幾多號啊？睇唔到啊！1啊！開標，開標。8秒進攻。3號2分入，0-9啊！3號偷波，3號2分。俾人打 press 唔識打波喎。9啊！射波！射波！天否門。天拋教射波。入啊！1號罰球入啊！1-11。偷2-11。2號。8秒。係23犯規。灰色天拋3處。哇！咁勁嘅3號仔好似。3號除咗身形差啲都幾好啊。有 feel 啊，藍色啊。係身形差啲咯，3號。藍色天否6次。知啦，一早。唉。炒9號幾多分？有啲誇張咯，藍色9號2分。炒晒有3號，然之後藍色2號防反啊，喺呢個中間9號2分。射波，繼續射波。係啊，1號犯規射波啊，天拋啊。8號入9號出。快啊！開
2號罰球入1 3-15入埋4-15哦啦最尾啦起碼10分，讓10分，讓20分都得我懷疑。唔夠打啦，灰色。喂，你咁快開得快嗰頭啊？哦，sorry。呢好搏㗎嘛呢啲開，你明唔明啊？係。不過冇所謂啦，算啦。3號扣波。搞啊！2號攻板。8秒進攻。我得3分跟住之後23公碼藍色換人，喂，呀，爭啲踩界，8秒進攻。喂呀，先，灰色3號犯規，換人。哦，換射波啊，換射波啊，入晒先啦。炒。入啊！換人藍色，2出4入。2號3分炒，2號公板，4號犯規。4號3犯。2號罰球入1。罰球入1。5-18。之後藍色要最長板。1號3分。3分。8號助攻，8號助攻。3號偷波，藍色偷。3號2分入啊！出界，換人，藍色換人。
號犯規。炒埋。nice， 3個2分。可以。可以。藍色天分3次。藍色8號2發。入1。炒啊！開波。灰色開波。跑波啊！跑波啊！3號偷波。灰色3號 U 包。灰色3號2發。係咪3號15分未啊？15分未啊？有冇15分？3號咯，10分有嘛？10分咋，10分咋。炒晒。開波。我10分啫嘛。差唔多。但係呢行點解俾腰？佢單刀啊嘛。單刀偷嘅嘛，佢炒咗佢啊嘛。球證俾咪俾咯，兩睇啦。哦，呢個3個3分炒。踩界。犯規1次3次咯，灰色1次，藍色3次。我哋兩個都係1次。唔係等 U 喎，冇撳到，啱。出界。換人啊！3號2分炒啊！3號2分炒，之後灰色嘅1號行，然之後灰色嘅2號2分入。係。10比23。4號3分炒。23板。3號先。喂。8秒進攻。5號犯規，換人。藍色3出2入啊！雙方都天分3次。8入8。2入喎，2啊！灰色3出8入。而家5號罰球，炒1先。24589啊，藍色24589。入1。24，10比24。10秒。射埋差唔多咯。
好入埋。相信我。我未啊。好。轉咗啊，啱啊。攻呢邊啊？開喎。等佢行埋去，係啦。你開咗之後偷好啲，明唔明啊？咪開咯。開咯。灰色1號2分橙，藍色8號白板。2號啊，灰色。灰色2號2分。哎呀！你空咗自己知唔知啊？你知唔知你空咗啊？你知唔知你空咗先？喂5號啊，5號啊，灰色喎，灰色嘅5號。灰色有5號犯規啊！5號。灰色天拋3次。9號入啊，26啊。入啊，27啦。8號犯規，藍色。藍色嘅8號3。藍色8號3分。灰色天拋門 ，T 拋啊，唔係天拋又係灰色天拋門，嗰邊有個 T 啊，俾2個添嘅一個。兩個個 T 波啊？一個啫，你問一問球證，球證頭先係俾球證兩個啊？兩個一個。兩個 T， 哦，灰色5號5分。兩個 T 都出，即係 T out 咗。兩個 T 勾咗㗎啦，勾咗㗎啦，勾咗㗎啦，加分啦，加分啦，入晒啊嘛，入晒啊嘛，入晒罰球啊，28啊，頭先藍色罰球入晒啦，咩啊？罰球啊入，頭先射罰球，第一個罰球邊個入啊？你睇翻右手邊嗰度，第一個罰球邊個入啊？當佢2號咯。2號2分入啊！進攻犯規，8號。黑貓，藍色黑貓。藍色8號4分。我想揸到4分啦！好，開標，開標。1號3分。
23，好換人，射波啦，射波啦，射波啦，射波，射波，天拋天拋射波，天拋射波，嗰邊8號出，藍色8號出，12496，話嗰個6號，12469啊，而家藍色係2號罰球炒。2號罰球再炒，4號公板藍色，9號兩，1號藍色9號犯規，換人。藍色天花咪3次啊！藍色天花滿。滿啊！藍色9號3發。1號炒啊！罰球。入啊！16-28啊！4號2分，2號助攻，8號2號冇8號，8號未出嚟。3號偷波，3號偷波，4號2分，3號助攻，3號助攻。23 2分，炒9號板。哎呀 ，still 啊4號。37啊！灰色嘅8號2分，3號助攻。2號2分藍色，3號助攻。灰色暫停停邊。開波啦！12359啊，好似係藍色12359啊，2359啊。開表。跳！23 2分炒，1號板。藍色1號防反。
號 Super Free， 1號板。灰色1號板。8秒。1號3分，炒3號板，夠鐘。第3節完，第4節，分發唔跟，有機會追到喎。咩啊？啱啱前面偷。係啊。貼咗個場。9分43。喂，係文西唔講清楚係問題咯，唔講問題咯。好，轉咗呢邊。好，藍色2、3、1、8，嗰個幾多號啊？5號嘅。1、2、3、5、8，開波，開邊。哇，係。1號藍色。咁我幫我睇下而家嗰個藍色係幾多？藍色嘅諗。反光睇唔到啊！冇事。啱啱反光喎。誒，你。係咪到嚟啊？4啊，而家好似係。2號偷波，2號2分，39。0啦而家。1啊，應該1次犯規，睇藍色1次犯規。41啦。嗰邊你撳咗8次天包喎，好似。3號2分炒，藍色3號 block， 3號籃板。點樣？我而家係幾多？0。係。你教翻暗咗，我驚佢冇片。係啊，要繼續啊，要繼續。好，2號偷波，2號2分炒1號板。好，喂，小心，小心，藍色換人。好，換人，藍色。換邊個啊？換邊個？藍色6號入2號出。藍色6號入2號出。藍6號入2號出。灰色。呢個。8號2分炒，藍色1號。8號2分炒。呢個睇唔到，26啊！26號防馬啊！出咗個26啊，係啊！8秒，23 2分炒1號板。1號防板。1號2分。2分入啊！藍色。43。1號幾犯啊？1號幾犯？係啊。藍色1號3犯。3犯，1號啊，1號3犯，加分啊，19啊，1號罰球入1，1號罰球炒，1號公板，1號公板踩界，1號罰球炒，1號公板，入1球，炒1球，好得。1號2分入啊
藍色1號2分入。3號，藍色3號犯規。藍色天分3次，3號幾犯？兩犯3，天拋3次啊！咦，45分喎，而家係45喎，我啱你啱佢唔啱。我同佢講咗。3號炒，3號2分炒，26公板，進攻犯規，23進攻犯規，灰色，換人。藍色就1出9入，藍色1出9入，灰色而家係1號、2號、23、26、29。5號2分炒。灰色幾秒進攻啊！12、3秒啦呢度。8秒。3號偷波，3號偷波，3號2分，47。反光啊！而家係睇唔到，因為反光啊，唔係太光太暗嘅問題啊。23 2分，21啊。而家反光啊！睇有人撞到個板咧，反光啊！啲燈射落嚟。3號3分炒，2號板。灰色嘅2號板，灰色嘅1號2分炒啊！灰色2號公板2號2分炒，3號板。藍色嘅3號板。23偷波，灰色。藍色換人，23 2分入。藍色換人啦。好，換人入。藍色2號入3門，停標啊！停標啦，2分鐘啦，開標啦。2號2分炒，23號公板，23號2分有。25 47。啱啊！喺邊啊？喺嗰邊，要跑出去，呢度出去轉彎嗰邊。5號3分，炒2號板嗱，防守籃板，2號2分入啊，27 47，爭1分，26啫你咁樣，係啊啱啦。啱啱撞到嗰個板咧，偷波，1號偷波灰色。2分嚟㗎，灰色。
好，8號3分。而家幾號8號3分，嚟啊！你我嚟8號3分啫。 50啊，29-50。進攻時間23秒。減打。好，唔打啦。10秒。